有冇試過冇用防偷窺呢？隔籬位又成日偷睇啦。夜晚玩電話，個 mon 校到最暗都好光，電話又就嚟冇電，又想用耐多少少，咁你就可以調低螢幕亮度。方法一，降低白點值，打開設定，輔助使用，再撳顯示同文字大細，然之後咧開啟降低白點值。如果 percent set 得越高咧，就會越暗。方法二，縮放，同樣都係打開設定，再撳輔助使用，點擊縮放，檢查縮放區域係咪全螢幕縮放啦，縮放濾鏡又係咪低亮度，開啟縮放。咁如果放到好大呢，3隻手指同時撳螢幕2下呢，就可以縮翻去正常 size 嘅。快捷鍵教學，打開設定，輔助使用，打開輔助使用快捷鍵，開啟降低白點值同埋縮放，連續撳3下電源鍵就可以揀要用邊款較暗個 mon。希望幫到大家。